这个乌克兰甲俄罗斯的战火是烧袂停，也毋过中国是继续甲俄罗斯保持贸易。美国则不满，拜登伫台湾时间阴暗9点，要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来通电话，到时阵会明确来表明着立场。中国若是支持着俄罗斯，必须就要承担责任，而且付出着代价。另外，俄罗斯的总统普丁讲愿意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面对面来谈判，也毋过提出着2大条件。第一，这个乌克兰必须着要承诺，要来加入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，确保袂对俄罗斯造成威胁。第二，就要来放弃着顿巴斯甲克里米亚的主权。但是进前这2个国家世界的谈判当中，乌克兰一直来强调讲，这国土是寸土不让，所以2国停战的协议恐惊是真歹达成着共识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